凌晨2:47，海勒布、謝爾曼、Caleb Sherman 猛然驚醒，心跳如戰鼓般狂雷。一陣尖銳的金屬怪聲劃破猶他州的深夜寧靜，聲音有節奏、刻意，仿佛不是自然之音。海勒布的妻子艾倫 （Ellen） 在他身旁驚醒，眼中滿是與他相同的不安。你聽到了嗎？艾倫低聲問道，手緊抓着被子。海勒布還沒回答，一道刺眼的白光突然從臥室窗戶湧入，照得松木地板上的影子格外分明。這不是月光，也不是過路車燈，皮行者牧場位於尤因塔盆地 （Uinta Basin），距離最近的公路有數英里。白光脈動着，像心跳般無序，隨即消失無蹤，金屬聲也漸漸隱沒，只剩遠處一聲郊狼的嚎叫。海勒布從衣櫃裏找起手電筒和獵槍，靴子踩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聲響。待在這兒，他對艾倫說，儘管語氣難掩緊張。他走出屋外，夜空清冷，星光被薄雲遮蔽。遠處的谷倉若隱若現，與起伏的幽靈相連。海勒布用手電筒掃視院子，期待發現斷裂的電線或惡作劇者的車尾燈。然而，什麼也沒有，只有無盡的蒿草和綿白楊的輕微沙沙聲。突然，他瞥見牧場圍欄外的草地上閃爍着微光，不是火光，也不是燈籠，而是某種冷冽、近乎電流的輝芒。他緊握獵槍，緩緩靠近，腳下的碎石聲在寂靜中顯得過分響亮。光芒閃爍幾下，便消失無蹤，留下黑暗與一種被窺視的莫名恐懼。2週後，一輛滿是塵土的吉普車駛入牧場車道，揚起一陣紅土煙塵。海勒布站在門廊上，看着一位30多歲的女子走下車，手持筆記本和相機，顯然是外來者。她自我介紹為瑞秋·卡特 （Rachel Carter），一名自由記者，為鹽湖城的一本雜誌追蹤超自然故事。金屬怪聲和奇異光芒的傳聞透過當地八卦傳到他耳中，他想一探究竟。海勒布猶豫片刻，還是請他進屋。艾倫煮了咖啡，三人圍坐在廚房餐桌旁，氣氛沉重，充滿未言明的緊張。瑞秋的提問禮貌卻尖銳，海勒布不由得訴說起自從1年前買下牧場後發生的種種怪事。一開始只是小事，海勒布低聲說：工具不見了，錘子、電鑽，我們找了好幾個小時，結果卻在不可能的地方找到。上個月，我在谷倉弄丟了一把無線電鑽，翻遍了整個地方。3天後，我居然在房子屋頂上找到它，就穩穩地放在煙囪旁，像有人故意放的。瑞秋飛快記筆記，眉頭緊鎖。沒有梯子，沒有腳印，什麼也沒有。艾倫插話，手指緊扣。還有牛，那更糟。海勒布咬緊牙關。6個月內，我們丟了4頭牛，不是跑丟，是被肢解。我們在離牧場半英里的森林裏找到它們，腿沒了，內臟不見，切口乾淨得像外科手術，而且現場沒有一滴血，連泥土裏都沒有。瑞秋的不停住了，一點血都沒有，這太不尋常了。不尋常，海勒布冷笑。這根本不自然。我們起初以為是郊狼或狼群，但狼不會那樣切割。它們撕咬會留下足跡、糞便，總會有點痕跡。我們什麼也沒找到。艾倫的聲音細如蚊虻。尤特族的長老警告過我們，他們說這片土地有詛咒，與皮行者傳說有關。那些會變形的巫師、邪靈。瑞秋點頭。雖然神情仍帶懷疑，他聽過這些故事。納瓦霍族傳說中的巫師能化身動物，數世紀來在盆地出沒。但他來此不是為了傳說，他要證據。你們還看到什麼？像那晚的光。海勒布靠回椅背，眼神遙遠。不只是光，還有聲音、影子。上週我發誓在牧場看到一個身影。高大，移動得太快，不像是人。
等我拿槍出來，他已經不見了。瑞秋花了一整天勘察牧場、拍攝穀倉、森林和發現牛隻穩姿的地點。森林茂密，空氣中混雜着松樹與腐敗的氣息。他檢查了海勒布說發現牛隻的地面土壤乾燥，毫無打鬥痕跡。如果是狼群，他們未免太過小心。他記下這一點，記者直覺告訴他事情不對勁。第二天晚上，海勒布輾轉難眠。瑞秋的問題在他腦中揮之不去，勾起他試圖壓抑的疑惑。這些都是他想象出來的嗎？牧場經營不善的壓力，還是當地傳說的影響？他坐在門廊上，手握一壺咖啡，仍是黑暗。夜空靜，沉默得令人壓抑。突然，一聲低沉的咆哮傳來，原始而深邃，從牧場方向響起。海勒布頓時毛骨悚然。他聽過狼叫，但這聲音不同，更低沉，像柴油引擎的轟鳴。他伸手去拿獵槍，卻發現槍留在屋內。他暗罵一聲，從門廊找起手電筒和一根撬棍，心跳加速。咆哮聲再次響起，更近了。海勒布朝圍欄走去，手電筒光速掃過黑夜。牧場空蕩蕩的，牛群縮在遠處角落，呼氣在冷空氣中清晰可見。然後他看到了樹林邊一個巨大的影子，遠比他見過的任何狼都要大。他的眼睛映着手電光，閃爍如雙眸烈焰。海勒布僵住了。怪獸踏入光線，形態暴露無遺。那是一頭狼，但體型異常巨大，肩膀幾乎與海勒布的胸口齊平。他的毛髮矯結，口水從顎間滴落。他移動得異常優雅，每一步都像在打量他。海勒布緊握撬棍，腦中尖叫着要逃，但雙腿不聽使喚。巨狼猛撲而來，肌肉與利齒化為一團模糊。海勒布揮動撬棍，擊中他的鼻頭。怪獸哀嚎一聲，後退幾步，卻未逃走，反而繞着他轉圈，咆哮聲越發兇猛。海勒布緩緩後退，朝房子移動，心臟狂跳。只要能到門口，拿到獵槍。一聲尖銳的槍響劃破夜空，巨狼猛然竄入森林，龐大的身軀消失在陰影中。海勒布轉身，以為是艾倫開槍，但只看到一片黑暗。槍聲從盆地深處某處傳來，遠飛家中。海勒布顫抖着跌回屋內，鎖上門，如悸猶存。次日清晨，海勒布聯繫了瑞秋，他感受到他語氣中的急迫，迅速返回牧場。海勒布述說與巨狼的遭遇，雙手顫抖，形容其體型與兇猛。我沒瘋，他堅持道，那東西不正常，而且有人開了槍，還有別人在那裏。瑞秋的記者直覺被點燃，他報道過足夠多的故事，知道何時該深入追查。牛隻肢解、工具遺失、怪光，這些不像是鬼怪或外星人，而是某種刻意的陰謀。他花了幾天調查，聯繫當地警方，悄悄詢問鄰居。多數人守口如瓶，但一位名叫漢克·的老牧場主透露了一個傳聞：西邊5英里外的山丘裏有一處廢棄地產，有人說那裏有不乾淨的生意。他低聲說：晚上有燈光，卡車來來去去。瑞秋說服海勒布一起去探查。他們在黃昏時開車出發，停在安全距離外，徒步靠近。那地產是一群生鏽的拖車和一座破敗的倉庫，圍着鐵絲網。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化學氣味，與盆地的泥土氣息截然不同。瑞秋透過破窗瞥見倉庫內堆滿的桶子，上面標有危險符號。海勒布，他低語，這不是牧場，是製毒工場。他們還未撤退，刺眼的泛光燈突然亮起，將四周照得如同白晝。一名穿法蘭絨襯衫的男子走出來，肩上扛着步槍。你們擅闖私人領地，他低吼，語氣充滿威脅。海勒布舉起雙手，但瑞秋毫不退縮。我們知道你在這裏幹什麼，他冷靜地說。
也知道你在搞亂謝爾曼牧場。怪光、怪聲、死牛都是為了嚇走他們，對吧？男子眯起眼，卻未否認。你不知道自己惹上了什麼，小姐？走開，不然你走不了。瑞秋的賭注成功了。他來之前已通知了郡警長。幾分鐘後，警笛聲從遠處傳來，男子咒罵一聲，逃入林中，但警員已迅速包圍。黎明時分，地產已被警方封鎖，揭露了一個利用偏遠盆地作為藏身處的龐大毒品網絡。接下來幾週，真相逐漸浮現。皮行者牧場的超自然事件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，由毒販頭目維克托馬龍 Victor Malone 策劃。他想買下海勒布的土地，擴大製毒業務並掩蓋罪證。金屬怪聲來自隱藏在山丘的改裝揚聲器，播放詭異聲音以擾亂謝爾曼夫婦。怪光則是由夜間飛行的無人機搭載高功率 LED 燈製造，模擬 UFO。牛隻肢解是馬龍的手下所為，他們使用手術刀製造出超自然的假象，抽乾血液以增加神秘感。那頭巨狼更是一個穩地，一隻與狼雜交的獒犬，被注射類固醇並訓練來恐嚇。海勒布聽到的槍聲是馬龍的手下在召回怪獸。至於遺失的工具，如屋頂上的電鑽，可能是馬龍手下的惡作劇，或是謝爾曼夫婦在日益增長的恐慌中錯放物品。瑞秋的報道在一個月後發表，揭露真相，破除皮行者傳說。同時曝光尤因塔盆地的犯罪黑幕，文章迅速走紅，吸引遊客湧向牧場，但也為海勒布和艾倫帶來了結案的平靜。他們決定留下，繼續守護這片土地。一個寧靜的夜晚，海勒布站在門廊上，仰望盆地上空的繁星，感到肩頭的重擔卸下。這片土地並未被詛咒，只是被濫用。林中的狼群真實存在，但他們不是怪獸，而那些曾困擾他的陰影，終究人類比怪獸恐怖。當海勒布這樣想的時候，一陣尖銳的金屬怪聲又來了。他仰手朝怪聲處望去，這次終於看到那巨大銀盤一般的發光體在夜空中懸浮。